写客文签名，坚持讲客家客语演讲会文理修风，先做客家人，现下大众啦，本样片系用客语试验强语言合成。踏10月第1集到第3集拜四嘅暗晡頭7點，地中立圖書館3樓會議室有一群客家人始終佇野會講客，用客語演講，講笑話、講古，隨來隨到等等。佢哋係台灣客語國際演講會嘅會員，也集演講會係國際演講會嘅一集分會。係全台灣甚至係全世界唯一講客嘅演講會。客語國際演講會第92年，由國際總會世界總部提出入會嘅申請要求，得到705亞組編號，就按樣開始到今有21年嘅歷史咧，總共舉辦過447擺嘅例會。客語演講會建擺嘅例會，都係照定國際演講會嘅方式進行，就係先做好議程表，安排好些愛批個演講嘅會友係乜啥，講乜嘅題目。次會嘅時節，大家就照例上台，不管係主持會議、發表演講、接受講評、講笑話。現場連同嘅隨問隨答，大家都有上台講客嘅機會，訓練大家用客語表達嘅能力、膽量和技巧。台灣客語國際演講會去擺老總立圖書館合作，上來青島客家鄉前參加，相片係李秀鳳提供。客語演講會地度有一個騎頭旗嘅人。20多年來，唔但搶出錢出力，還出時間，唔本客語演講會到會，也個人就係創會長王吳勇董事長，係家親納喊佢王太子。5年前，王太子老家老太王仁安董事長，同時得到客委會頒發嘅2等獎狀。調用佢兩姊妹除咗經營企業成功以外，還按熱心推動客家事務，希望傳承和發揚客家文化。去年王太子還得到第33屆客家台灣文化獎，大家會有都歡喜樂天宮喜記。第33屆客家台灣文化獎。得獎人王吳勇吳氏相片係李可提供。講到亞集獎，愛貼撇少嘅客家台灣文化獎嘅實力，係海外嘅客家台灣人留社團對台灣客家文化參目特知道當受理，所以第36年前，就係1988年決定設立客家台灣文化獎。用來鼓勵嘅都對台灣客家文化嘅研究、基創和推廣有功勞嘅人士，也係團體，每一場也係社團，都會得到獎牌，攞獎金1000塊美金。得獎嘅人無限定係客家人，仲愛人同台灣，無論佢嘅胞姨姐弟哪位，講哪種語言。係帶到台灣也國外，同朋友之間參加連線。唔過，佢哋研究或者推廣嘅天作愛係台灣嘅客家文化，王太子得到亞集獎，就是帶啲外國嘅客家人都肯定佢對客家嘅貢獻。客語演講會邀請後生人來講古，阿公會友。也會土定孫呢來到鬧熱，相片係李秀鳳提供。客語演講會上來各行各業嘅人才，像企業家、退休教長、大學教授、傳統頭家、客語先生也到，大家來到也為唯一嘅目的，就係希望講客，留客語傳下去。獻音會總唱會房。
係啲大學教英文嘅教書，入會以前，其實查嘅時節都係聽 ICRT， 也下一上查就開始聽講客講報電台嘅節目，希望做得老自家嘅母語一點一滴念進來。是擔任1988年萬我母語運動總領袖嘅邱榮基教授，佢一擺來到客語演講會，就按捺也則演講會係佢看過最會講客嘅社團，唔管自己無限，總會出現來參加例會。國小退休嘅范明良校長上蓋清亮，大家當好聽佢講故。校長講，初一15唔講故，3頭2日配了住。佢因為講故本身人聽係最好嘅家庭教育，因為從小節你嘅做人做事道理，通旁沉浸啲精彩嘅故事情節地度。啲參會中，邱教授兩手帶頭。老桃園市立圖書館總立本館主任劉潤等參詳了後，今年1月開始，吳幫水幫嘅合作方式，就是圖書館提供場所，聽書宣傳、客語演講會開放本鄉親免費落來參加。那係5搭10日嘅第1集，老第3集拜四暗補頭有限。也歡迎吳超清來講下。創會會長王吳勇，老作家李秀峰合影留念。什麼按自細有中意搶分享，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，傳承客文化。